歡迎大家嚟到我嘅 channel， 今日我將會為大家送上少林足球嘅終極劇情深度解釋。呢套戲可以話係香港電影史入邊嘅經典之中嘅經典。特登喺呢個時候講呢一套戲，係因為呢一套戲嘅精神續作《功夫女足》上映啦。今日我將會逐幕分析呢一套戲嘅所有彩蛋隱喻、人物性格嘅心理學對應，同周星馳嘅電影生涯有咩聯繫同埋影響。最後就為呢一套戲對李小龍嘅致敬，究竟有咩心意？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啲片，而又中意深入睇電影，歡迎免費訂閱呢個 channel。每逢有新戲上，我哋都會為大家送上有別於就咁講感受嘅深度逐幕分析片，間中亦都會幫唔同嘅電影系列重整完整時間線，同埋就會陪大家報報劇。好，我哋而家開始。電影一開場唔係周星馳，而係吳孟達飾演嘅明峰。20年前，明峰係球壇紅極一時嘅明星，因為右腳射門非常之犀利，所以人稱黃金右腳。佢身邊有一個叫做強雄嘅隊友，強雄當時只係一個低聲下氣，肯俾佢踩住個頭嘅人。但係佢表面對明峰非常之恭敬，實際上就暗中安排明峰踢假波。明峰一時貪心收咗錢，喺重要嘅比賽入邊特登射失12碼。有趣嘅係呢次對戰嘅兩支球隊名係啱啱好對應上呢一套戲嘅製片商嘅，就係星輝海外有限公司同埋寰宇娛樂文化。翻到去劇情，就係因為呢一球射失，結果就激嬲咗大批嘅球迷，衝入場將佢打一鑊金，連最重要嘅右腳都俾人打斷埋。而頭先嗰個踩頭嘅動作亦都好重要啊，因為而家20年之後，兩個人嘅位置會完全反轉。強雄做咗球壇大亨，旗下嘅魔鬼隊更加係長期稱霸球壇，而明峰呢，就變成咗佢嘅跛腳跟班，輪到自己要俾強雄踩住個頭。周星馳用一個身體位置已經講清楚晒權力係點樣轉手嘅，而當強雄最後再補多刀，話連當年打斷佢隻腳都係自己安排。吳孟達嗰種由嬲到震到苦笑嘅變化，就將成套戲第一個真正嘅悲劇定咗調啦。呢套戲之後點癲都好啦，底色其實一直都係苦啊。而如果再深入啲睇強雄同明峰之間嘅互動，其實仲可以理解成一種典型嘅心理操控結構，係好接近所謂嘅煤氣燈效應 gaslighting 嘅。強雄唔係單純地擊敗明峰，而係長期重塑佢對自己過去嘅理解。佢不斷強調係你自己貪錢，係你自己選擇出賣自己，甚至用侮辱性嘅語言將佢貶低成一隻狗。目的唔係要解釋件事啊，而係要明峰逐步相信自己本身就係失敗者。呢種做法最殘酷之處就係在於佢唔需要即時毀滅對方，而係保留對方喺身邊，持續提供羞辱同否定，令到受害者慢慢內化罪惡感，開始幫加害者合理化一切。同一時間，強雄對明峰嘅控制亦都帶有明顯嘅自戀型人格特徵色彩。佢唔單止需要勝利，更加需要一個曾經高高在上，而家俾自己踩住嘅對照物去確認自身權力。明峰越痛苦，強雄就越能夠感受到自己嘅成功。明峰越自我否定，強雄嘅存在感就越被放大。換句話講，明峰唔再只係一個失敗者，而係強雄用嚟維持自我優越感嘅工具。正因為咁，強雄先至會選擇唔徹底踢走佢，而係長時間地留住佢，令佢持續處於可被觀看、可被羞辱同埋可被操控嘅位置啊！明峰離開咗強雄，喺城市大屏幕望住人踢波，佢仲好愛足球，但係就只能夠隔住熒幕望住人哋踢波。頭先俾強雄 gaslight 完一輪之後，佢而家就開始進入典型嘅習得性無助 learned helplessness 嘅狀態。根據心理學家馬丁塞里格曼，一個人如果長期經歷失敗、羞辱同埋冇辦法改變嘅處境，就會逐漸學識放棄反抗，即使之後嘅環境已經改變，都會覺得自己冇能力再改變命運。所以如果你將明峰同埋強雄呢一段關係放翻入去成套戲去睇，就會發現所謂嘅體育競爭其實只係表層啊，真正核心嘅係一種權力心理戰。強雄透過不斷重寫另一個人嘅記憶同埋自我認知，去維持自己永遠站喺勝利者位置。而明峰離開強雄之後嘅崩潰同埋沉淪，亦都唔只係因為一場假波，而係因為佢被一步一步教導相信自己本來就應該輸。但係呢個時候，明峰遇上到一個叫做阿星嘅年輕人，就係周星馳嘅角色啦。阿星係少林弟子，最擅長大力金剛腿。雖然而家生活窮困，要靠掃地執垃圾為生，但係佢一直都記住師傅嘅心願，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將少林武功發揚光大。佢仲一本正經同明峰推廣功夫，話個女人踩蕉皮，如果識得輕功就唔會跌低啦；師奶泊車，如果識得鐵砂掌就好方便；工人做嘢慢，如果識得功夫就可以解決。最初你只會覺得好荒謬，但係記住呢3個例子啊，因為電影結尾會逐個還翻俾你。
明峰嫌佢戇居，最嬲嘅係阿星一句跛嘅都可以練功夫，因為呢句句子撞中咗佢最深嘅自卑啊！呢一度單單一句說話，本應係好鼓勵性質嘅，但係作為已經沉淪習得性無助嘅明峰，如果阿星話跛都可以改變，即係直接推翻佢成套人生解釋系統。等於話佢20年嘅屈辱其實唔係必然，而係可以被突破嘅。明峰之後答阿星話：你有得跛咩？就可以睇得出佢放棄反抗，接受命運之後，已經將自己嘅創傷變成身份核心，甚至覺得只有經歷過同樣痛苦嘅人先至有資格講嘢。呢個亦都係能量心理學講師黃柱芳筆下所講嘅創傷認同啦。為咗拒絕阿星帶嚟嘅新希望，明峰於是就將阿星嗰張卡片塞入汽水罐掟翻俾佢。點知阿星一腳踢走咗個罐，力量大到送咗個罐上火星。呢下可以話係兩個世界嘅第一次接通。明峰識足球，但係冇咗腳；阿星有一對神腿，但係就唔識足球。兩個人本身都係半個人，要合作先至會完整。之後阿星行到去波鞋櫥窗面前，玻璃入邊都係新鞋，而玻璃外面呢，就為佢着住嗰對爛鞋。呢個畫面冇笑話，反而係成套戲最重要嘅階級意象之一啊！佢唔係唔識得欣賞好嘢，而係一直被困喺一個位置。佢望得見、理解到，甚至想象得到，但係無論點行都跨唔過被允許擁有嗰條界線。阿星再走去買啱啱執翻嚟嘅垃圾，辛苦一日淨係得雞碎咁多錢。繁華商場同底層生活被剪接埋一齊。阿星夢想好大，現實好窮嘅反差先至真正成立。佢經過饅頭鋪頭，睇住員工阿梅整饅頭。其他人只係見到一個低住頭、爆晒瘡、成塊面好油又冇自信嘅女仔，但係阿星第一眼見到嘅就反而係佢猜饅頭嗰套太極，麵粉飛起，手勢連綿，麵團喺掌心流轉。電影第一次就將日常勞動拍成武俠啦。呢個概念其實係少林足球最靚嘅地方，高手唔一定喺山頂，可能喺廚房、超市、洗碗間同埋垃圾站。功夫冇消失，只係跌咗入生活，變成一種冇人再識欣賞嘅能力。喺呢個世界入邊呢，價值唔再由你識得幾多去決定，而係由市場需唔需要你去判斷。所以好多本來好有技術同埋經驗嘅人都會被當成冇用。當城市越嚟越追求效率同埋金錢，勞動本身就會被隱形化，甚至被當成理所當然。阿梅猜饅頭嗰套太極，其實就係提醒觀眾，好多被忽略嘅日常工作本身已經係一種專業，只係冇人再用欣賞功夫嘅眼光去睇佢哋啫。喺耍呢一套太極入邊，周星馳特登放大阿梅喺麵粉堆入邊畫出嚟嘅陰陽圖案。呢個位置可以被理解成純粹係招式嘅其中一部分啦，但係亦都可以被延伸理解成係成套戲一個好關鍵嘅視覺預示啊。陰陽本身就係兩種力量互相依存，一邊係剛，一邊係柔，一邊係攻，一邊係守。放翻入角色關係，就正正對應上明峰同阿星啦。明峰代表規則、戰術同埋現實世界嘅足球邏輯，阿星就代表純力量、直覺同埋被壓抑嘅傳統武術。兩個人單獨存在都唔完整，但係一旦結合，先至可以形成少林足球呢個新系統。而阿梅畫出陰陽，其實就代表佢唔係單純嘅旁觀者，而係平衡點啊！佢一開始喺社會入邊係被忽略嘅人，但係佢掌握嘅太極，正正就係將力量轉化同埋調和嘅能力。到最後佢入隊守龍門，其實就係陰陽圖入邊個轉化位落地啦。佢將對方最勁嘅攻擊化解，再交翻俾阿星完成終結。所以呢一幕唔單止係美術設計，而係提前講咗個結局出嚟啊！明峰提供嘅係結構，阿星提供嘅係爆發力，而阿梅就係令兩者可以真正運作嘅平衡核心。阿星因為欣賞阿梅耍太極得太投入，食咗佢2個饅頭先至發現自己得5毫子唔夠俾啊，於是想用對爛鞋抵數。尷尬之下佢又唱歌，阿梅就忍唔住叫佢唔好唱歌，話喺度唱歌嘅都係黐線嘅。偏偏後面就有個路人脹爆，即刻起身反駁佢，仲開始唱自己嘅歌，之後連豬肉檔同埋路人都被感染，一大班人突然之間喺街邊跳舞。呢段舞蹈明顯係玩緊 Michael Jackson 式嘅群舞啦，亦都係周星馳最經典嘅無厘頭邏輯，就係一個人發夢係傻，一班人一齊發夢就突然之間變成歌舞片，最後全部人都俾老闆娘鬧醒，就好似想話俾觀眾聽，夢想一旦撞翻現實同規矩，就會俾日常生活強行拉翻去地面啊！阿星去酒吧揾大師兄，提出要幫少林功夫發揚光大，就要將少林功夫混合唱歌跳舞嚟做包裝。不過
大師兄早就已經俾生活磨平，佢勸佢腳踏實地，但係酒吧老闆陰差陽錯又真係叫佢哋上台唱歌跳舞，結果兩個人唱到好肉緊，台下一班流民觀眾就睇到呆晒，佢哋兩個最後仲俾佢哋掟樽兼暴打添。表面上呢個係一個好經典嘅笑位，但係深一層又係講緊類似阿梅嗰段嘅概念，就係你就算有幾咁熱情，世界都未必有義務要欣賞你。之後喺一次偶然之下，明豐重遇翻開頭阿星踢出上火星嗰個汽水罐，個汽水罐降落咗喺一埲牆入邊，埲牆瀕臨倒塌，令到明豐明白開頭阿星 sell 佢自己識嘅功夫並唔係廢噏嘅，佢而家開始相信阿星嗰雙腿嘅威力啦。呢一刻阿星正喺度教訓頭先嗰班流民，不過因為佢應承過師傅唔可以用功夫打人，所以佢唔直接拳打腳踢，而係用足球打殘呢一班人。明豐見到一切，對佢嚟講呢一刻就等於上天突然之間送翻一隻新右腳俾佢，於是佢先提出成套戲真正成立同埋陰陽平衡嘅公式：少林功夫加足球。而家兩個失意嘅人決定合作，明豐負責教足球，阿星就負責揾人組隊。不過阿星要踢波，第一件事就會要先攞翻對爛鞋。阿梅口講到話掉咗啦，其實佢偷偷地幫佢補翻好，仲聯上咗卡通圖案添。阿星首先就去揾昔日一齊學武嘅幾位師兄弟。喺酒吧打工嘅大師兄最擅長鐵頭功，雖然佢睇落好現實，但係實際上只係認命。做洗碗嘅二師兄以前係練旋風地堂腿，最終你問點解自己老豆唔係李嘉誠，點解學咗啲冇用嘅功夫，就正正代表住將所有挫敗歸咎外界。三師兄最勁嘅就係金鐘罩鐵布衫，佢西裝骨骨，口口聲聲一秒幾十萬上落，但係佢根本冇想象之中咁成功，佢代表住死要面。四師兄有鬼影琴拿手，但係就落魄到近乎瞓垃圾堆，代表住技能同市場完全脫節。而六師弟就識輕功水上漂，但係已經由以前身手敏捷變成一個大肥仔，係最直觀嘅我曾經係另一個人。最初個個都拒絕阿星，覺得少林功夫好似頭先話齋喺現代社會入邊根本不被需要。其中三師兄掟銀仔嗰一下係一個細伏筆，當時佢半開玩笑咁樣講，話佢哋呢一班人已經冇可能成功，機會低到好似將一個硬幣直立喺台面都唔會企得穩，幾乎係零可能性。但係佢隨手一掟，硬幣竟然真係短暫企住，意思係即使所有人都認定一件事冇可能發生，世界仍然會出現極之短暫同埋幾乎唔合理嘅例外，提醒佢哋所謂必然失敗其實只係一種主觀結論，而唔係絕對命運。最後幾個師兄口頭上全部拒絕，但係其實仲留住昔日嘅合照，天台再聚，唔係因為突然之間個個變晒熱血，而係阿星令到佢哋記起咗自己曾經屬於同一個團體。可以見得到佢哋第一步唔係學翻功夫，而係先承認自己曾經忘記功夫。於是明豐就由最基本嘅傳球、控球同埋射門開始訓練佢哋啦。阿星雖然力量驚人，但係一開始根本控制唔到足球，經過一輪苦練，先至慢慢將功夫同埋足球融合。喺呢個過程入邊，明豐不斷重複一句好關鍵嘅說話，佢話足球唔係一個人踢嘅。表面上佢係講緊戰術，但係其實係一步一步拆解緊阿星對個人力量可以解決一切嘅幻想。無論你幾勁，如果唔識同人合作，唔識配合節奏，最終都只會變成孤立無援嘅力量。呢一種重新揾位置嘅焦慮，亦都可以放翻入去周星馳拍少林足球嗰個時期理解。去到90年代尾，佢已經唔可能永遠重複以前純粹靠個人表演、廣東話對白同埋無厘頭節奏撐起成套戲嘅方法。市場變緊，香港電影亦都正面對轉型。於是少林足球其中一個最大嘅改變，就係周星馳開始將主角光環拆散。阿星雖然最搶眼，但係冇明豐就冇方向，冇師兄弟就冇球隊，冇阿梅，最後更加係連決賽都入唔到。所以明豐不停地講足球唔係一個人踢，其實亦都好似周星馳對自己創作方法嘅重新認識啊！就係一套戲永遠唔可以只靠一個人。再放翻入去2001年嘅香港，味道就更加明顯啦。經濟低迷，產業轉型，好多人面對嘅問題同師兄弟一樣，唔係完全冇能力，而係好似頭先話齋，以前有用嘅能力，突然之間唔知仲值唔值錢。少林足球俾出嘅答案唔係懷舊黃金年代，而係重新組隊。舊技能唔一定要掉走，但係一定要揾到新嘅形式。少林功夫放入足球就係一種非常之香港式嘅生存方法。環境唔等你就自己變陣啦 ，Be water 啊嘛。球隊第一次真正受到考驗，係同一班出名踢黑波嘅業餘球員打友誼賽。對方根本唔係想踢波，而係不停地出陰招，用拳頭啦、木板甚至係工具攻擊少林隊。
眾師兄弟被打到毫無還手之力，大師兄更加係受盡侮辱，要笠住對家條底褲喺自己頭上面。但係亦都正係因為被逼到絕境，大家終於重新揾翻多年嚟冇用嘅武功，鐵頭功、地堂腿、金鐘罩、擒拿手、輕功逐一出現，少林隊一下子就由挨打變成全面反擊，最後仲贏埋場波添。最妙嘅係打完之後，班惡霸反而想加入少林隊。周星馳嘅世界其實就係想講，人唔係永遠都被定型做壞人或者失敗者，身份同埋立場係可以因為選擇而改變。只要肯重新承認自己，願意轉身，連曾經對立嘅人都有機會變成同一隊啊！嗱，見到少林隊真係有實力，明峰就決定帶大家參加全國性嘅足球大賽超級杯啦。去報名嘅時候，強雄又再想重演踩頭嗰套，叫明峰幫佢擦鞋。佢刻意用翻20年前同一種姿態，佢高高在上，慢慢伸隻腳出嚟，等對方自動跪低，等權力關係再一次被確認。明峰一度停咗1秒，畫面上就好似翻去當年被羞辱嗰個位置。但係今次佢未有跪低，反而喺身後面嘅一班少林隊員即刻衝前一步，完全唔俾佢有機會重演舊歷史。幾個人一齊出手幫佢頂住場面，甚至直接搶走強雄隻鞋。但係呢一刻，鏡頭刻意停咗半拍，露出強雄隻襪，而且係一隻明顯已經穿窿嘅襪。呢個細節幾乎冇任何嘅劇情功能啊！但係正係呢一種微細，甚至有啲尷尬嘅生活痕跡，就令到成個角色突然之間由象徵式嘅大反派跌翻落現實層面啦。強雄唔再只係一個操控球壇、冷血無情嘅權力符號，而係一個同樣要面對日常破損，連襪都未必會即時換嘅普通人。亦都係因為咁，呢一隻穿窿襪其實可以同阿星嘅爛鞋、爛襪、爛身、爛世形成一種對照關係。阿星一開始嘅爛裝備係直接外露，甚至帶有自嘲意味嘅。佢窮得好理直氣壯，爛鞋係佢身份本身，代表佢未被包裝同埋未被成功修飾過嘅狀態。相反，強雄表面上係權力嘅頂層人物，鞋係名牌，形象係壓倒性成功，但係襪穿窿呢一個隱形破損，反而揭示咗佢所謂完美權力之下都掩蓋唔到內在，其實同普通人一樣有漏洞同埋不安，只係佢選擇用權力同埋形象去壓住呢啲破綻啫。但係呢鏡亦都唔只係想講明有錢人都有缺陷，或者強雄都有普通人嘅一面，更加係想帶出強雄根本就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且呢個意象最妙嘅係佢可以同阿星形成一個完全倒轉嘅結構啊！阿星係敗裡其外，金玉其中，佢着住爛衫啦、爛鞋，冇錢，仲要俾人當做傻佬，但係內裏仍然有信念、有功夫，同埋有一套自己相信嘅價值。強雄呢就調翻轉，佢大把名牌鞋，有豪華嘅辦公室、權力同埋無數個冠軍，但係鞋入邊就收埋住一隻爛襪。再深入一層，佢嘅人格本身亦都係靠妒忌、報復同埋控制維持嘅。咁點解佢明知穿窿都要着住對襪啊？阿星就話冇得揀，逼住着對爛鞋係因為自己冇錢同埋冇條件處理。強雄就肯定唔係，以佢嘅財力要買1000對襪都得啦。所以重點可能唔係強雄窮到冇物換，而係佢根本唔在乎一件冇人睇到嘅嘢。強雄作為一個好似開頭話齋有啲自戀傾向嘅角色，最在意嘅唔係自己實際上完唔完美，而係自己喺其他人眼中係咪完美。西裝要體面，皮鞋要光鮮，球隊要最勁，冠軍要攞晒，甚至明峰都要跪低幫佢擦鞋，因為呢啲全部都係可以向其他人展示嘅成功符號。但係襪唔同，正常情況底下係收埋喺鞋入邊嘅，冇人會見到。既然冇人見到，穿窿又有咩所謂呢？呢種選擇性體面，甚至可以將佢同強雄本身做人嘅方式連埋一齊講添。佢控制球壇、包裝冠軍、打造魔鬼隊，所有嘢表面上都非常之成功，但係成功嘅背後係打假波、陷害人、收買人同埋食禁藥。佢從來都唔係將一件事真正做到好，而係確保件事睇落係好。穿窿襪同佢嘅人生觀其實係同一套邏輯嚟嘅。鞋面夠光就冇人理鞋入邊爛成點，冠軍杯拎到手就冇人會理個冠軍係點得翻嚟嘅。其實呢度仲可以有另一個幾人性化嘅解釋噶，就係越有權力嘅人未必越講究所有生活細節。強雄可能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完全唔需要向任何人解釋自己。隻襪穿窿又點啊？正常根本冇人夠膽除佢隻鞋落嚟同佢對質。正因為佢預計到冇人有資格睇到呢個窿，先至可以一直存在。換言之，穿窿襪甚至係帶有少少權力帶嚟嘅傲慢，就係我只需要維持你有資格睇到嘅部分。
但係去到呢一場戲，少林隊偏偏就將佢隻鞋除咗落嚟，所以最好笑亦都最狠嘅地方就係強雄以為永遠收得埋嘅嘢，第一次俾人公開，一班以前要仰望佢嘅人唔再按照佢定落嚟嘅規矩行事，直接將佢最體面嗰層外殼剝走啊！超級杯比賽之前，阿星就帶阿梅去行高級商場，又係一場表面浪漫，實際上講階級嘅戲啊！由一開始，阿星同阿梅其實都係被世界排除喺外面嘅人。阿星以前企喺街邊，隔住玻璃望住名牌波鞋，嗰塊玻璃唔止係商場櫥窗，而係一條階級界線啊！入邊係可以用錢買夢想嘅世界，外面係連夢想都要靠幻想維持嘅生活。到佢開始踢波有名氣之後，佢終於第一次可以行入去。但係呢一步其實已經開始改變佢對自己同埋世界嘅理解。阿梅第一次踏入商場，反應唔係興奮，而係本能性退縮。佢見到啲高級衫，第一時間唔係覺得靚，而係覺得自己唔配掂。呢種反應其實唔係關啲衫事，而係關長期被社會定義為低價值之後形成嘅自我審查事。佢唔係俾人趕走，而係自己先行退出。周星馳將商場拍到好似一個過度乾淨、過度光亮，甚至有少少壓迫感嘅空間，就令到觀眾感受到呢一度唔係中立嘅地方，而係一個會放大自卑感嘅場域。阿星喺呢一刻嘗試扮演成功者角色，佢叫阿梅抬頭，話佢靚，其實係想用自己新獲得嘅開始有名氣身份去保護佢。但係問題係佢自己都未完全消化到成功呢件事，所以佢講出嚟嘅肯定反而就帶住一種急於證明我已經唔同咗嘅焦慮。當阿星問阿梅想要啲咩，阿梅冇選擇名牌，冇選擇華麗嘅物質，而係講出一對波鞋。呢個選擇其實好關鍵，因為波鞋唔係咩奢侈品，而係可以行路、可以追夢嘅工具。佢冇俾商場吸引，反而就將所有選擇收翻去最基本同埋最實際嘅生存層面，即係我想繼續行落去。而鞋亦都再次將兩個人嘅關係拉翻到去最初嘅起點。阿星曾經用爛鞋同佢交換機會，阿梅又曾經將鞋修補好還翻俾佢。去到呢一刻，鞋已經唔再只係物件，而係一種互相承認對方存在價值嘅象徵。成場戲最深層嘅，其實係講緊當一個人開始接近成功，佢係會用成功去拉近人啊，定還是用成功去拉遠人呢？阿星同阿梅喺商場入邊，其實就正正企喺呢一個分叉口上面啊。少林隊第一次正式落場，已經展現出壓倒性嘅實力。阿星一腳射門就快到對手完全反應唔切，其他嘅師兄弟亦都各自用功夫配合，結果一路大勝，甚至試過以40-0呢一個極度誇張嘅比分擊敗對手。周星馳根本冇打算拍寫實足球，佢拍緊嘅係真人漫畫，規則只係服務節奏，足球場係武俠擂台。少林隊越贏越誇張，媒體贊助波鞋就全部湧埋嚟。最諷刺嘅係，之前廣州阿星嗰間波鞋鋪喺阿星成功之後，反而過嚟追住佢哋。玻璃外面嘅人終於行入玻璃內，但係頭先商場嗰場戲提出嘅問題仍然喺度。入咗去之後，你仲係唔係以前嗰個你呢？答案就好快出現。阿梅為咗想追上已經開始成名嘅阿星，特登去揾一個叫做如花嘅化妝師幫自己改造外表，希望可以令自己睇落冇咁寒酸，可以企得翻喺佢身邊。由心理學角度去睇，阿梅其實係反映咗一種典型嘅自我價值焦慮同埋社會比較壓力。當一個人開始覺得自己同埋重要嘅人之間出現階級或者成就差距，就會傾向透過外在改造去快速修補內在自卑感，試圖用可見嘅改變去換取被接納嘅安全感。但係如花幫佢化完妝之後，效果失控，反而變成誇張同埋滑稽嘅形象。心理上可以理解為係自我形象失調，即係個體想象入邊嘅理想自我同實際呈現出嚟嘅外在形象之間出現咗嚴重嘅落差。當呢個落差被公開展示嘅時候，就會引發強烈嘅羞恥感，因為羞恥唔係單純覺得自己做錯，而係覺得自己整體唔被接受。當阿梅以呢一個新造型出現喺眾人面前嘅時候，少林隊一班師兄弟第一時間就忍唔住笑出聲。由群體心理學角度嚟睇，呢種笑其實係一種社會性標記反應。當一個人偏離群體審美或者規範嘅時候，群體就會用笑去快速標記佢為異常，從而重新確認自己仍然屬於主流。雖然師兄弟未必有惡意，但係笑聲本身已經構成一種社會排斥信號，令到阿梅嘅羞恥感即時放大，進入被公開否定嘅狀態。阿星嘅反應就更加關鍵啦，因為佢同阿梅之間本嚟就存在情感連結，但係佢喺當刻選擇跟住笑，甚至用一個整饅頭嘅朋友去重新定義阿梅。心理學上面呢一種行為可以被理解為從眾壓力底下嘅身份切割。
當一個人身處喺群體笑聲之中，大腦會傾向優先維持社會歸屬感，而唔係維護個別關係，於是會不自覺咁樣調整自己嘅立場，去避免自己成為下一個被排斥嘅對象。同時之間，阿星又將阿梅降格為普通朋友，其實係一種防衛機制。阿星以前未成功嘅時候，佢可以好自然咁樣接受阿梅嘅外表、身份同埋自卑，甚至覺得一個人值唔值得被尊重，唔應該由外表或者社會地位決定。但係當佢開始喺球隊同埋社會上面獲得成功同埋認同之後，佢內在嘅身份已經出現轉移，佢開始更加在意外界點樣睇自己，亦都開始不自覺咁樣用同一套標準去衡量身邊嘅人，包括阿梅。喺呢個狀態底下，阿梅代表嘅唔再只係一段純粹嘅關係，而係一種可能令佢被群體笑，甚至影響形象嘅不穩定因素。而當佢依家冇辦法同時處理群體壓力同埋私人情感之間嘅衝突嘅時候，最簡單嘅方法就係降低對方嘅重要性，令自己唔需要承擔內疚或者矛盾。阿梅呢，其實係鼓起咗好大嘅勇氣先至去表白噶，佢唔係突然之間變得自信，而係因為見到阿星一步一步成功，先至覺得自己可能都有資格講出心意。但係當佢真正講出口之後，換嚟嘅就反而係阿星嘅退縮同埋否認。阿星唔單止冇接受，仲用一種懶係理性，甚至有啲冷淡嘅方式去切割關係，話舊鞋如果爛咗就應該掉，人應該向前望，唔應該停留喺過去。呢句說話表面上好似好正面啦，好似係一種成熟嘅人生態度，但係放翻入去阿梅身上就變成一種好殘酷嘅否定啦。因為對阿梅嚟講，嗰對爛鞋根本唔係冇用嘅舊物，而係佢曾經偷偷地修補過，同埋代表住佢對阿星心意同付出嘅象徵。當阿星講話要掉咗佢，其實唔只係否定一件物件，而係同時否定咗一段關係入邊最真實、最早期同埋最冇包裝嘅部分。所以阿星可以話係全套戲最念舊、最固執嘅人。佢日日講師傅、講少林、講夢想，但係一旦成功，最先想掉走隻舊鞋嘅又係佢。呢個反差先至令到角色有弧線。真正危險唔係你一開始窮，而係你有啲成績之後就開始覺得以前嘅自己好失禮。阿梅就係嗰面鏡，提醒佢一個人最容易背叛嘅往往唔係朋友，而係自己未成功之前相信過嘅價值。呢度亦都可以接翻去周星馳當時嘅創作處境，佢自己形容拍少林足球嗰段時間處於事業低潮，所以想拍一套可以鼓勵人亦都可以鼓勵自己嘅運動勵志片。放翻入去90年代後半段睇，呢句說話唔難理解啦。1995年《西遊記》兩部同埋《回魂夜》當時嘅票房反應都未如後嚟嘅口碑咁神，反而比較商業、比較直接嘅作品就更加易賣。去到算死草、行運一條龍同埋喜劇之王，周星馳一直喺觀眾要嘅周星馳同埋自己想變嘅周星馳之間揾新位置。另一邊，少林隊一路殺入半決賽，半決賽入邊嘅玉面雙飛龍係另一個經典彩蛋。莫文蔚同埋張柏芝客串，雖然兩位本身都係標準美女，但係喺周星馳鏡頭底下，仍然被刻意用誇張嘅造型、動作同埋漫畫式嘅特寫去美化同埋喜劇化，將所謂嘅女神形象拉翻入放誕嘅世界，幾乎係用明星氣場去玩對手靚到唔似足球員嘅漫畫感。當然啦，少林隊已經勁到可以輕鬆過關，強雄見硬打未必得，佢就再向明峰開支票，想重現翻20年前嗰幕。明峰今次拒絕，呢個先至係佢真正嘅決賽。明峰一開場因為貪錢賣咗自己，而家又因為一種新嘅貪企翻起身，佢想貪翻尊嚴，貪翻足球，貪翻一個自己仲可以相信嘅人生。呢個分別好重要啊！慾望唔一定係壞，問題係你用乜嘢交換啫。20年前佢用尊嚴換錢，20年後佢寧願唔要支票都要換翻信念。明峰可以話係全套戲真正嘅靈魂。因為阿星代表住未被污染嘅夢，而明峰就代表一個失敗過嘅成年人點樣學識第二次相信。決賽之前，阿星想揾阿梅，先至知道佢已經離開咗饅頭鋪。阿梅傷心之後，連做出嚟嘅饅頭都變苦變鹹。阿星食完之後就知道佢情緒出咗事。呢個設計幾周星馳啊！感情唔係靠長篇對白，而係用最日常、最生活化嘅味覺去講一個人內心崩塌。當一個人心情變差，連佢最熟練、最機械式重複嘅手藝都會失準。
就等於話俾觀眾知，佢唔係講自己唔開心，而係已經連生活本身都變質。而阿星要靠食到味道唔對路先至察覺對方離開，其實亦都反映佢對情感嘅遲鈍。佢唔係唔在乎，而係一直將感情當成可以用理性忽略嘅事，直至到佢身體感官直接提醒，先至被迫面對失去。拿到決賽，佢哋將會對戰強雄嘅魔鬼隊。強雄為咗一定要贏，竟然利用藥物同埋科技大幅進化自己班球員，加上連球證都俾佢收買埋，少林隊就由比賽開始已經陷入苦戰。所以決賽真正可怕嘅唔係對方有幾咁大隻，而係強雄嘅一句球場上面全部都係我嘅人，你點同我鬥啊？所以呢，有錢真係大晒。球員食藥，裁判偏幫，主辦協辦都受控制。呢個反派已經由一個人升級到去一個系統。阿星最勁嘅金剛腿，連射幾次都俾對方門將擋住。少林隊嘅守門員被轟傷，兄弟一個一個咁樣冧低。後嚟加入嘅球員見勢色唔對，索性走人添。當球隊人數少到幾乎要被判輸嗰陣，一個剃咗光頭嘅人突然之間行入球場，佢就係阿梅啦。阿梅自願做少林隊嘅後備守門員。於是阿星講咗一句：地球好危險，快啲返火星啦你！呢句亦都成為流行咗好多年嘅名句。當時佢其實係用一種半開玩笑、半尷尬嘅方式去掩飾自己內心嘅慌亂，因為阿梅突然之間剃光頭，硬要頂上守門員嘅位置，對佢嚟講既感動又荒謬。呢個光頭造型本身亦都帶有自嘲嘅意味。一方面係角色放低形象包袱，另一方面亦係將失敗之後重新上場呢一種狀態直接視覺化。阿梅一踏入球場，氣氛本嚟就係最緊張、最關鍵嘅決勝時刻，但係電影偏偏又唔俾佢變成英雄式登場。佢第一下因為唔熟場地撞埋龍門柱，之後又一度企錯位置，甚至連對方射門方向都未完全分清楚，場面一度變成混亂同埋尷尬並存。呢種處理其實係刻意打破最後關頭一定要完美發揮嘅套路，令到觀眾仍然記住佢仍然係一個普通人，而唔係突然之間開掛嘅超級球員。但係真正改變局勢嘅，並唔係佢突然之間變得識踢波，而係佢本身一直擁有，但係從來未喺球場用過嘅太極功夫。當魔鬼隊用極之猛烈，幾乎帶住壓迫感嘅射門攻過嚟嘅時候，阿梅唔係用力量硬接，而係用太極以柔制剛嘅方式，將對方嘅衝力慢慢射走，引導化解，再順勢將個波穩定控制落嚟。呢一刻佢唔再係搞笑位，而係真正成為比賽關鍵啊！而阿星代表嘅剛，即係爆發力、速度同埋破壞性射門，就同阿梅代表嘅柔，即係射力、控制同埋轉化，終於喺最後一刻結合啦。呢兩種完全相反嘅力量互相配合，先至令到阿星可以喺最終時機起腳，踢出決定勝負嘅最後一球。而最重要嘅一個動作，其實唔係太極，而係阿梅上場之前拎翻嗰對補過嘅爛鞋。阿星見到鞋就冇再阻止佢，因為鞋代表嘅唔係窮，而係有人喺你最冇價值嗰刻已經相信你。最後一刻，所以唔止係少林隊贏魔鬼隊，而係阿星重新接翻自己拋低過嘅初衷。最後結尾再將開頭全部回收，踩蕉皮嘅人用輕功企穩，泊唔到車嘅人用鐵砂掌搞掂，剪粗慢嘅打工仔用功夫搞掂。你可以話好荒謬啦，但係最事上係極之完整嘅。阿星第一場俾明峰當成傻佬嗰套世界觀，最後就成為現實。呢個就係少林足球最經典嘅童話邏輯，唔係話現實真係可以一腳踢爛埲牆啊，而係一個被全世界笑過嘅信念，最後得到整個世界嘅回應。所以如果要用兩個字去概括少林足球，我就會揀歸位。戲入邊幾乎所有角色都唔係由一個冇能力嘅人突然之間變成高手，而係本身曾經擁有某樣嘢，只不過俾生活磨到連自己都唔再相信。明峰曾經係黃金右腳，但係一次貪心令到佢用20年活喺羞辱入邊。幾個師兄弟本嚟就各有絕技，後嚟有人洗碗，有人失業，有人靠吹噓維持體面，功夫冇消失，只係喺現實世界揾唔到位置。甚至連阿星都係一樣，佢最初最相信初心，但係成功之後反而開始嫌棄以前嗰對爛鞋，亦都開始介意人哋點樣睇阿梅。即係少林足球唔係簡單講只要努力就成功，而係問一個更加殘酷嘅問題：當你俾現實改變到連自己都認唔翻，即係可以同我哋講過嘅種種嘅心理學狀態啦。
你仲可唔可以揾翻以前相信過嘅嘢呢？足球真正嘅作用就係俾呢一班人一個新接口，將已經被時代判定冇用嘅能力重新組合。最後佢哋贏唔係因為突然之間變勁，而係因為每個人都終於重新企翻喺自己應該企嘅位置啊！而去到最後呢，我哋一定要講少林足球對李小龍嘅致敬，因為呢啲唔止係彩蛋。戲入邊最明顯嘅就係陳國坤飾演嘅四師兄，外形本身就勁似李小龍啦，守龍門嘅時候更加着住極具死亡遊戲記憶嘅黃色運動服，連動作啊、神態同埋部分配樂氣氛都刻意召喚翻70年代嘅功夫電影。表面上睇係周星馳對佢嘅偶像致敬，但係放翻入去成套戲嘅主題嘅話，其實係非常之合理嘅。李小龍最重要嘅地方本嚟就唔係單純將中國功夫保存落嚟，而係將功夫重新包裝成一種世界都睇得明嘅銀幕語言。幾十年之後，周星馳做嘅正正就係類似嘅事情，將少林、太極、輕功、金鐘罩呢啲傳統武俠概念塞入去全球都理解嘅足球運動，再利用 CG、漫畫感同埋身體喜劇重新輸出。換句話講，少林足球真正致敬李小龍嘅唔只係件黃色衫，而係佢背後嗰種精神。傳統如果只係供奉，就會變成博物館。真正令傳統活落去，係夠膽將佢拆開、變形，再用新時代嘅語言重新講一次。所以少林功夫最後可以走入現代城市，先至係全套戲最大嘅李小龍式致敬啊！少林足球2001年上映嘅時候，香港本地嘅票房係超過6000萬港元嘅，成為當時香港影史票房紀錄保持者。直至到去功夫先至再被周星馳自己打破。第2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就有14項嘅提名，最終佢攞走咗7個獎，包括最佳電影啦、導演、男主角、新晉導演、男配角、音響效果同埋視覺效果。佢喺港產片史上面最重要嘅地方，唔止係票房，而係證明香港式嘅創意可以用新技術放大，而唔一定要被新技術吞噬。當年華語商業大片大規模 CG 仍然未成熟，少林足球就已經將威也、武術身體、實體喜劇同埋電腦特效混埋一齊。特效有時今日睇會見到年代感，但係因為成套戲本身就係真人動畫，反而又唔太需要像真。火球、旋風、飛天、龍門被轟爛，全部都係情緒視覺化。呢條路之後去到功夫再成熟，亦都影響咗華語大片點樣理解特效，唔止係景觀，而係喜劇節奏同埋動作語言。仲有少林足球標誌住周星馳由極度香港走向世界都睇得明。早期周星馳大量嘅笑料都係靠粵語節奏、香港電視文化同埋地道嘅典故。少林足球仍然有呢啲底，但係最大嘅笑點同埋高潮已經唔可以靠翻譯，一腳踢爆牆，肥仔跳唔起，光頭撞柱，守門員連人帶衫被轟走，外國觀眾睇畫面都已經明。仲有少林足球喺上海取景，但係城市又混合香港嘅符號、繁簡字、港式校服、維他奶、現代商場，就形成咗一個唔完全係香港，亦都唔純粹係上海嘅超級香港或者新興中國城市。呢種模糊空間，正正就令到電影可以由香港本土喜劇向更加大嘅華語甚至係國際市場移動。Box Office Mojo 現存嘅資料顯示，電影全球嘅票房係大約4270萬美元。其中日本嘅市場就尤其突出，無論你點評價數字，佢都係打開咗周星馳下一階段國際化嘅門，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歷史價值。當然啦，佢唔係完美嘅，師兄弟突然之間應承參賽，戲劇轉折略為快。阿梅同阿星嘅感情有時靠象徵多過靠交流，魔鬼隊嘅人物本身就比較扁平，足球規則更加係有需要嘅時候就會被無視，後段嘅特效密度亦都有人會覺得疲勞。但係換個角度，呢啲缺點同佢最勁嘅優點係同一件事。周星馳根本唔係想拍一套嚴謹嘅運動片，頭先都講過啦，佢係用足球做武俠漫畫嘅擂台，用最簡單、最國際化嘅故事框架去裝入香港小人物最熟悉嘅失敗感啊！嗱，去到而家2026年，事情就變得更加有意思啦，因為功夫女足已經由傳聞中嘅精神續作變成真正上映嘅電影。呢套戲真正令人值得留意嘅，唔係佢有冇再整一套火球射門，而係同一條共識隔咗1/4世紀之後，仲可唔可以講到今日嘅人。嗱，如果大家想睇我完整分析功夫女足，就可以撳入到去左手邊嘅位置。想睇埋我其他嘅推薦影片嘅話，你都可以撳入去右手邊呢條片啦。就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